之前在台北市的一間必食刀拓店的，就是因為有員工是因這釣豆粿，結果全過身去。即馬家屬甲員工有來開記者會，講進前就要甲公司反映過這安全的問題啊，也毋過業者煞攏無咧積極來處理。台北市政府是表示講，即禮拜開始呢，會來提出安全指引，未來嘛會規劃甲這安全稽查甲常態化，希望會當避免這款的意外。我女兒只是去工作，她的命就丟了。他想要密室逃脫，但他奪走他的性命。家屬艱苦甲流目屎，要求檢察官予伊過身的查某囝一個公道。伊的查某囝佇台北市一間必食刀拓店加食頭路，隨着因為扮演釣豆粿掃仔酸頷管出意外的15過身。即一家屬和業者的前員工甲在職員工出席記者會，儕人表示，即個代志發生之前，就有向公司反映，應當愛有保護措施，也毋過公司攏無積極處理。之前就是在執行上吊的環節的時候，然後繩子卡到脖子，那我就當場失去意識。後來我就反映給就是其他的正職員工，但是後來就不了了之這樣。懇請檢察官以最快的速度起訴應負責之人，並且在目前的偵查程序中，懇請檢察官盡可能的保全相關正在流失、正在被滅證的證據。必食刀拓是一種新興行業，消費者佇咧封閉的空間內底體驗各種遊戲關卡甲情景，也是真濟少年家會選擇的工課。出意外了後，組織單位文化局有會同其他單位去稽查34棟，去檢查建物裝潢、消防設備等等。市議員洪建業質疑，應當針對機關遊戲設備安全設計去稽查，才通保障消費者甲員工的性命安全。文化局也表示，後續會提出安全指引。會來做相關的，包括他們要求業者針對機關的設計、測試都要留下完整的記錄跟圖說。然後也要針對這個部分的安全性跟整個一個緊急的措施跟防貸的機制。台北市府表示，會佇這禮拜趕緊提出更正式內容，體驗產業的安全指引，要求必食刀拓空間愛有人監看。甲公共安全、活動流程和機關道具，業者員工規範和消費者保護四大層面。未來嘛規劃甲安全稽查常態化，按算1年2屆，希望會當防止這款不幸的意外。記者盧尚珠、鄭俊堯台北報道。